们现在在蒙古包，他们再来唱歌。这个是成吉思汗的后代。下去了，坐下。来，这些，来，你先说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远方的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来到观音部落旅游村做客。请问你们想点什么歌曲呢？给你大嫂唱一首。你喜欢听啥？唱一首那谁给唱歌？长天白大阿拉山谁唱？长天白大阿拉山。长天白大阿拉山。长天白大阿拉山。啊，我爹的歌说。